因你伫热痛分重时，拄到困难词汇嘅细节，做得上哈克往地图去查，加强热痛嘅浸透。比如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词汇“狗甲不音”，光看字面可能会不懂意思。查了哈克网后，会发现“狗甲不音”意思是像狗张开嘴要咬苍蝇，表示没有时效的动作。我们来看例句：贵兆星堂基公往外，秋琼狗甲不音改容。整个早上听他说些不近人情的话，就像狗咬苍蝇没意义。与狗有关的歇后语有很多，但意思都不同，很容易混淆。比如大狗唔出門，做乜解愛大狗？呢個意思係乜解呢？係講呢種滾係大狗，狗未來的屋下唔肯出去，是係講天氣唔好。我們可以這樣運用：大狗唔出門改天氣，你用會弄得來。如此惡劣的天氣，你怎麼會來？第五則詞彙報尾，報尾還有一個類似的講法，最尾，華語就是後面、最後的意思。例如，報尾出來改愛鎖門，最後出來的要鎖門。第二則例如，本來講愛請假，報尾依然講愛來。本來說要請假的，最後他又說要來了。如果是指排名殿後，最後就可以用達報尾。達是指得到的意思，也就是我們說的得到什麼名次。例如，阿哥參加馬拉松比賽，走到半程腳抽筋，所以達報尾。哥哥參加馬拉松比賽，跑到一半腳抽筋，所以殿後。接着帶大家來做一個相反詞的聯想，本來意思是起初、原本。倆石頭本來係阿貴負責嘅，佢退休過後就問阿公來接手。這件事原本是阿貴負責的，他退休過後就換阿光來接手。第六則詞彙取得，華語的意思是認為、覺得。第一則例如，洗好勁，取得凍鬆鬆，洗好澡覺得很舒適。第二則例如，愛取得倆麵包凍好食，我覺得這個麵包很好吃。試着這兩個字，在客語裡會因為發音不同，導致意思不同，容易混淆。取得是認為、覺得的意思，取着就變成試穿衣服的意思。我們來運用看看。倆性散服意好看，你走得起着看啊！這套衣服很好看，你可以試穿看看啊！大家有學到了嗎？